一个妈妈赛车载着拄拄出事的查某婴，可能是忝爱困，去弄到路边的边坡，车头是弄甲密密茂茂，两母仔是掉伫个车顶，加在贵人出现，台军道委员会主委拄好经过，伊有急救士的证照，把母仔救出来送病院。一台白色米零掉伫咧路边的高瓦，正面车头毛毛起，一个妈妈抱担出席红烟影等待救护车，看起来真着急。刚刚救了一个小朋友，好紧张，等救护车。查某婴互妈妈抱来，并敢若看起来有淡薄脆伤。这件车祸就发生伫咧台中北屯西尾新社方向。看到的蔡先生是台中公车台军道委员会主委，记录影片讲当时赛车要去新社看花海，半路中看到这台白色轿车掉伫咧路边，落车看状况，才发现这对母仔佫也掉伫咧车内底。打开以后就看到驾驶座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婴儿看着我，然后我是吓一跳，说。怎么会有人在里面这样子啊？然后我好像有听到妈妈就是说，帮我还是救我。蔡先生先把查某婴为车内抱出来，说咧有其他民众斗相共，妈妈也成功互救出来。因为母仔当时身躯顶真侪脆伤，救护车到场，赶紧将因送去病院。警察调查这件车祸，敢若是妈妈赛车时伤忝，才会发生意外。那时候我想肾上腺素是不会感觉到痛吧，因为我看妈妈下来还能走。但是就是受到惊吓，就是会喃喃自语。因为护士发现成功把这对母仔救出来，蔡先生想到迄个时阵讲加在医务急救士的证照，救人的过程才让脚步徛在袂凶狂。母仔两个人送去病院了后，嘛真好运，拢无事啊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